ta re ta re so ha om ta re ta re so ha 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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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a re so ha。 本身佛也是一样，我们想要学佛，我们要成佛，佛在哪里？佛就在我们自己的心中，自己心中的正知正念的心就是佛啊。那佛的本性是什么？佛的本性是本知，本知本身我们每一个众生的本身上都是有本知的，就有圆满本知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就因贪嗔痴慢疑五度的烦恼，我们堕入了轮回当中。所以我们这一生当中能够可以修持，要消除的是什么呢？相当就是消除业障。业障的根源是什么？贪嗔痴。清楚贪嗔痴的这个能力，谁有这个能力？人才有这个能力。为什么人有这个能力？人的里面也是只有修行人才有这个能力。修行人里面来说到，也是真正的修行的人，真正的从想要生死轮回当中解脱出去，获得圆满正等于佛的果位的，有这种的修行人，为了什么修行？求解脱而修行的，这些众生才是真正的可以获得圆满佛的果位，有这个能力。佛不在外，佛跟你的距离是很近的，都在哪里？都在你自己的体内，就是你自己的心里。这就是人。所以我们修行人呢，就是跟这些人里面就要有一个不一样的。为什么说修行人跟其他人不一样？不一样在哪里？从你的内心当中散发出来的善的成分，这个是跟其他人不一样。从你内心当中对因果轮回的出离心，跟对因果轮回的显起的这个心，是跟其他人不一样的。其他人放不下的东西，你是可以放得下，这样才是你是修行人，你是皈依佛门的弟子，而且是你有修持的弟子。
结成宝马走马渐渐诺，一动日那更烈要得索，结成宝马走马渐渐诺，一动日那更烈要得索。在的人些把主多见，怕不要的这钱个个人，看我见的把灯通瓦西，被骂人真下了说完的，怕在的人些把主多见。怕不要的之前个个人，看我见的把灯通瓦西，被骂人真下了说完的。这王走千把千诺，这王走千把千诺。这王走千把千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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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王走千把千诺。本身都是非常重要的三个不能缺少的过程。第一个是发心的殊胜，第二个是正心的殊胜，所以今天我们发心跟正心都已经圆满了，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就是要进行圆满回向的殊胜，所以圆满回向的殊胜来说的话，我们就要知道，借用这一次的功德，就是相当于是今天上午所修的法的功德，以及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这三个世界的一切功德并在一起，同时也是一切诸佛菩萨的功德，以及一切众生的三世一切的功德都并在一起，回向给所有一切的众生，愿所有一切的众生早日获得解脱轮回中的痛苦，早日获得圆满获得光明。怕不要的之前个个人，看我见的把灯通瓦西，被骂人真下了说完的，看我见的把灯通瓦西，被骂人真下了说完的。老想走了。